大家好，歡迎收睇新一集嘅一周花生點評。今集就講下啲社交媒體同 DSE 嘅問題，同埋請人嘅資訊。一周花生點評就係為大家點評一個星期科技界嘅有趣新聞事。唔知大家準備好包花生未呢？但係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要 CL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咁唔阻大家剝花生啦，我哋去片。今集嘅內容開始啦。今日又係我阿玲一個阿老尖掛住睇波。可能一啲社交媒體限制年齡使用呢，可能喺中國內地大家都聽唔少。但係而家英國將會參考澳洲，就有呢個嘅社交媒體限制使用嘅法例啊。新政策嘅目標呢，英國政府就會宣布禁止16歲以下嘅兒童使用呢啲社交媒體，限制直播、陌生人聯絡等嘅功能，並且將 AI 情景咁聊天機械人嘅使用最低年齡設定為18歲。預計生效日期呢，法規首批嘅規例目標喺2026年底提交國會，並且預計喺2027年春季生效。而受影響嘅平台呢，就會參照澳洲嘅模式，包括 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 同 X 平台，但係 WhatsApp 同 Signal 等通訊服務呢，就唔受限嘅，可能俾佢哋同屋企人通訊啩。英國嗰邊呢，就要求通訊管理局研究更加有效嘅年齡驗證法，防止啲未成年嘅人繞過呢個嘅限制，即係要實名嗰類啦。唔知大家對呢個未夠16歲要受規管使用呢個社交媒體點樣睇呢？我好似都未夠喎，老尖有冇計幫我睇睇啊？我相信睇片嘅大家咧，都應該考過 DSE 或者以前嘅會考噶啦。我相信考過嘅朋友咧，我相信大家都係用紙筆去考。除咗一啲特定嘅科目啦，教育局就公布由課程發展議會編定中小學數碼教育發展藍圖，就訂立咗4大發展嘅重點，包括培育學生數碼素養同人民關懷嘅精神，加強教師嘅培訓，建立智慧校園同推動跨界別嘅協作。而考評局同步考慮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DSE 個別科目電子化，並計劃喺2031年全面推行電子版全港性評估 ETSA。 呢個就係電子版嘅呈分試，逐步將呢個 ETSA 推廣至所有嘅級別。預計2031年小三、小六、中三將會全面用呢個 ETSA 嘅。DSE 方面，考評局考慮率先小部分科目試行 DSE 數碼化，現正調整開發相關數碼系統，之後就會知相關嘅持份者嘅。根據國際上好多考試已經採用呢個電腦應考計劃，先係考生人數比較少嘅科目。唔知大家對用電腦嚟考試點樣睇呢？當然唔係講緊電腦科啦，電腦科用電腦考試好正常，但其他考中文、英文、數學都可以用電腦考，點睇呢？會唔會容易出 mark，還是係 open book 咗呢？都歡迎留言話俾我聽。跟住嚟講下啲 WhatsApp 測試緊一啲嘅新功能啊，就係話俾用戶發送閱讀之後咧，就即刻消失文字嘅功能。唔知大家對呢樣功能有冇興趣咧？咁就聽下啦。根據 WA Butter Info 率先披露，用戶喺輸入文字後
可以選擇 Send as Real One 選項發送信息，收件人只係可以預讀一次。同時 WhatsApp 咧就會封鎖截圖同埋螢幕錄影功能，確保信息真正做到限閱一次，並且收件人亦都冇辦法複製、轉發同分享相關內容。如果我用第二部電話去影低佢又點樣呢？因為而家大部分人2部、3部電話都係閒閒地，我知道老尖都有3、4部電話。而家 WhatsApp 嘅閱後即焚功能已經支援相片、影片同語音信息，而文字信息版本係最後一份記憶拼圖。除咗閱後即焚外 ，WhatsApp iOS Beta 同時測試另一種閱後計時消失嘅模式，用戶可以選擇信息收件人開啟後5分鐘、1小時或者2小時自動刪除。如果信息未被讀取，則喺24小時後消失。唔知大家對呢個閱後即焚嘅功能點樣睇，或者有冇啲解破嘅方法呢？即係好似用第二部相機影低佢等等，都歡迎話俾我哋聽。跟住講一啲請人嘅消息，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Elon Musk 馬斯克以前講過，將來請人咧學歷已經唔重要啦，大學學位唔重要噶啦。SK 海力士呢個做 WAM 嘅公司招聘嘅新仔就話全面取消學歷嘅限制，由2026年6月17號起，全面取消新進人員必備具備4年制大學學士嘅申請條件，評估標準轉為個人實際工作經驗、專業能力、成長潛力同企業文化嘅契合度。高中畢業生家已經可以能夠應徵設計同研發等核心技術嘅職位。SK 海力士認為喺快速變動嘅 AI 環境入面，傳統學歷已經冇辦法準確衡量人才嘅競爭力，公司更加重視具備獨立思考、快速應變能力、協作能力嘅新時代人才。呢個舉動打破咗科技業傳統學歷篩選嘅框架，唔僅僅讓更多優秀人才有機會進入頂尖嘅企業，亦都可以改善過去高學歷者為咗搶高薪生產職位而偽造學歷呢啲嘅唔正常現象。咁唔知大家點樣睇呢個喺 AI 年代學歷已經唔重要嘅資訊？因為呢啲資訊好多時都可以喺 AI 解答到，所以阿老尖就申請咗阿玲嚟幫佢睇住呢個研究所嘅。老尖係咪咁講啊？今集嘅一周花生點評就嚟到呢度啦，唔知大家中唔中意我為大家嘅選材？但係大家見到一啲有趣嘅花生事咧，都可以 PM 我嘅，同埋要記得 CLS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最後記得清理埋啲花生碎，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